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咧伊波賽期第3晚嘅賽事啦。藍索普錦標賽馬日，我嘅心水推介啊。咁當晚一共設有7場賽事啦。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8點50分。咁戲肉咧就係 S3 第4場啦。藍索普錦標呢場1000米嘅一級賽咧，每年都吸引咗唔少嘅短途街市咧都嚟報名角逐㗎。咁所以個氣氛咧都係相當之咁熱鬧啦。咁當晚就設有2口馬 T 啦，分別咧喺 S3 第4、5、6同埋第7場舉行㗎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先講下今次我2匹馬嘅推介啦。先嚟 S3 第2場呢場倫斯道杯啦，2級賽3271米嘅賽事，我最中意咧係隻海寶馬，佢就服役以嚟已經交咗9 win 啦。咁當中8場頭馬咧喺唔同路程攞到翻嚟㗎。咁贏馬嘅國家咧都唔少喎。英國啦、法國啦同埋德國咧都曾經贏馬，今年就跑4次嘅。咁曾經5月份咧喺場薩加羅錦標呢場英國舉行嘅3級賽咧，佢就直路一路同隻貼心威廉咧就前鬥啊。咁最終咧就叮當碼頭之日緊敗翻嚟，我自己覺得都雖敗猶榮㗎啦。咁去到月尾啦，就去咗法國嗰邊跑場咧韋傑亞女子著錦標。咁嗰場咧，佢去到最後嗰200米，曾經受到其他唔同嘅賽區嘅挑戰啦，以為都俾人過㗎啦，但係臨尾咧都頂到尾可以贏馬㗎。呢隻馬個鬥心咧相當之咁唔錯。咁而上一場咧雅士谷金杯大敗翻嚟啦，咁但係賽後發現咧獸醫報告就係話呢隻馬中暑啊，咁證明個敗績可以抹去啊。今次嚟翻跑2級賽，對手係減弱咗啦，咁同埋宿情咧，對呢隻馬亦都係有幫助嘅，我自己覺得呢隻馬可以調高個評級嘅。再嚟就戲肉啦 ，S3 第4場呢場藍索普錦標1級賽咧1000米嘅賽事，我最中意係隻重心密令啊！佢2歲時候曾經咧喺愛爾蘭嗰邊贏過場3級賽啦，咁踏入今季3歲咧，其實個表現咧亦都係更加好啊！頭3場安排跑1000米嘅賽事咧，全部都贏晒，當中包括咧6月份喺亞士谷舉行嘅英皇查理斯3世錦標啦，咁嗰一場咧一路留喺個駕後位置嗰度揾遮擋，最後100米咧一移出嚟望空，交出一個非常之唔錯嘅後勁咧，就逢馬過馬緊贏啊！咁上一場7月杯咧跑1200米跟阿散喎，咁似乎咧現階段呢一匹馬可能跑翻1000米係好啲啊！今次縮翻程嚟跑咧，我覺得佢可以攞翻一個唔錯嘅表現嘅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，記得留意翻我嘅留言版啦。另外提大家啦，馬上尋寶夏日上咧現已接受大家嘅挑戰啊！記得答翻啲問題咧，有機會贏取價值5萬蚊嘅足金擺件啊！好啦，今集時間分享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